关系台语新闻杂志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你捌算过无？你一年当等掉偌侪衫裤咧？讲2020年，全台湾的民众等掉的旧衫裤高达76000栋，也就是讲，每1分钟等掉的旧衫裤460领，每一个人每一天平均来等10.5领。记者亲入到新北市5股的山区，遐有一场北台湾上界大场的旧衫裤的回收厂。会当看到人买电的衫裤是蹲到3层楼仔悬，一千平的手房塌甲甜甜甜。啊，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，目前二手衫裤无法度来外销，再加上民众等掉的衫裤是愈等愈多，这个旧衫裤已经变成一个真严重的环境的危机，要安怎来解决呢？来看采访团队的追踪报道。走了几个地方啊？我从林口、树林、泰山、五股，收了一整车的衣服回来。啊，对。今日画面伫5股的山区北台湾上大的旧衫回收场出现。你每天要这样子爬几趟啊？应该是没办法数清的。啊，就这样，看到少了就把它剥下来。爬愈悬，往往风景愈水，要过伫遮却是爬愈悬愈恐怖。走在这个衣服山里头呢，有点像是在踏雪，因为一个不小心呢，脚是会陷下去的。在这间工厂里头呢，每个月能进来的回收衣物多达400到500吨。人伫内底才知讲，这件衫有够恐怖，准备3层楼仔悬的衫，都要一领一领分类。衣物呢送进厂以后呢，像是这一种，虽然它没有明显的破损，不过因为起了毛球，所以对不起，它就不能够再利用。而像是这样的棉质材料，虽然呢它已经有了这个明显的污渍，不过由于它是棉质的，所以可以拿去做抹布。而像是这样的材质良好，而且没有明显破损的衣物呢，就能够送进厂里头回收再利用。工作人员拢初步检过，才会将要运到国外的衫裤往后一个厂房送过去。来回几趟？这是10趟啊。一天要10多趟啊！这个数量是不是蛮多的？对啊。地锅车呢驶来驶去，超过1000平的厂区内，吨的回收衫裤看起来敢若无参。大部分回收业者敢若将旧衫分作可用资源甲粪扫2类，因为才为收集、分装、整理，再到国外出口，靠1条龙的废衫的清运拍出知名度。因为2020年起受到疫情影响，一切拢无共款啊。现在出口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危机，就是说航运的问题，还有外国他们的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变成说东西都没有出去，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说感觉说东西会那么多。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，旧衫回收商是无人看到的受灾户。台湾的旧衫主要出口地东南亚甲非洲，拢因为疫情所迫经济受重伤，旧衫的通路马拢都封起来。那汇损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汇损，那在国外客户那边他们的汇损差更多，所以相对的成本他们也拉得很高，所以他们根本价格方面他们根本就买不起。那一方面还有就是他们那边疫情也很严重，所以他们在进口的时候也限制他们的限制说出门，所以的购买力也大幅的下降。那变成说我们出去的速度变成很缓慢。但是我们每天是固定的一样要进来，所以我们的库存压力就很大。50岁吴基正2006年开工厂做旧衫回收生意，初期伊将回收来二手衫销到中国甲东南亚。最近几年来嘛出口非洲，伫旧衫界拼到龙头，因为疫情嘛未动咧。除了外穿的衣物之外呢，像这样的内在美呢，过去也是外销到非洲的热销品。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也只能暂时像这样整袋的放在厂房。为外衫到内衫，敢会使蹲伫厂房边的流水线，大部分的衫裤依然一直送入去。那这边在依品项来做一个区分。那比如像这个区域是毛衣，啊，有人是专门挑裤子，有人挑小孩，有的人挑裙子，有人挑
那个家居哦，有人挑冬天的东西，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再把它分区，然后再分类。来到这边的大部分都是要出口的。本来正3年一年出货量拢维持伫15到16个货柜，以一个货柜差不多25吨来算，至少会使出口375吨的衫裤。不过2020年，敢若出5个货柜，差不多125吨，数量足足减一半较加了超过800万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菲律宾更严重，因为它几乎现在是有点锁起来。像东南亚来讲，一个柜以前可能300-500块，现在涨到2-3千，甚至3000多。然后非洲的以前是2-3千，接下来是4-5千，现在上个月报8000，现在报9000，月底要涨到1万。起价运输成本和回收业者是无米兼论尾，更加严重去影响到厂区内10外身心障碍员工的生活。没有办法，因为现在这种行业也没有什么年轻人愿意去做啊，都是一些中高龄啊，或者是一些身心障碍啊。对啊，因为有这个疫情，当然是我们面临的困境会更多。比如说我们资金的压力，哦，你想我货一直进来，我都出不去。哦，我每个月要发薪水，哦，每个月这些库存的压力，哦，一些开销啊，水电什么劳健保的，你想一直付钱，没有钱进来，那当然压力就越来越大。经啊头的担卖出去，我都出去会愈贴愈悬。不过，甲我都卖出去的旧衫裤比较起来，更加恐怖的是，我都销售的本数。其实真的有用的，可以卖到国外的，可能只有100多，100多，大部分现在都是废料或者是垃圾。敢若这间回收场一个月上济收500吨的旧衫裤，不过敢若100吨会使回收再利用，剩的400吨的布料一成会使做成燃料棒，其他的300吨拢变成粪扫。一年甲算呢，有3600吨的废衫料，才会使送入焚化炉去烧。疫情发生前，一礼拜3抓粪扫车都要应付啊，即马变成逐工拢爱走一桩。这款情形，毋若出现伫旧衫回收业的身上。旧衣物无处去，不只出现在回收厂，就连专收二手衣物的社福单位，同样衣服堆满满。为各地运到伊甸基金会旧衫裤一直送入地下室，甚至吨价强要比人较悬。丝巾啊，跟这个毛衣，然后呢，裤子跟这个鞋子都是在这边买的，因为我们在这边已经差不多10几年了嘛。然后就是有来当志工的时候整理衣服，然后我们就看喜欢的那个样子跟料子都不错，我们就会自己也会买回去。经过地下室囤满衫裤，这敢若是其中的一部分尔。为了会使有更加侪空间处理二手的衫裤，较无500公尺的所在，因特别做一间厝扩充场所。是已经变形了，你看它这个都已经毁色了。从去年开始疫情之后，有没有觉得数量变多？有，很明显的感觉吗？对，家里可能会大扫除，所以说比较很多都人家不要的，就丢到这里。疫情开始这一块，因为民众因为外出的几率少了，所以变成说他们在家整理啦，或是说购物啦，可能会几率变增加，所以我们在疫情这一期间内，所以就变成说我们收的量会有些许的增加，应该差不多有1成左右。一箱一箱衫裤为铁色、为染料色、为已经起毛粒啊，我都关乎弱势家庭，往往敢会使单调。一天大概有30到40箱左右，好，那基本上我们的淘汰率可能就是5成左右，嘿，那我们基本上一直强调说，民众要见证过来，就是基本上他要是舍不得丢的，不要你想丢了，你寄过来，我们原则上也是把它处理掉了。若民众管的衫变较济，要有厂商卖不出去的货底。蛮多厂商是已经关掉了，所以他们变成说，他们关掉的货，他们希望说就是由我们处理，然后由我们走在基金会这边，然后看能不能帮他们转到弱势家庭去。这一部分是
我们经过志工帮忙以后，然后就是装箱装好，然后就是外头我们也注明它是什么哦，短袖 T 恤啦，然后是台湾制造的啊，里面数量是多少。依照统计，全台湾一年单条旧衫裤有76000栋，以每公斤3.2件来算，相当是每分钟单条460领的衫裤，平均每一人一年贡献10领半。即马疫情继续伫全世界伫探，回归无度出去，伫库存压力下，单条的衫裤是有加无减，将会对环境造成重大危险。基本上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收的终端，就是能够把这些衣服变成说就是可再利用的，就是等于说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说燃料棒之类的，那我们看看就是政府能不能补助这一块，把不要的衣服变成说就是燃料棒。回归就是一个根本。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应该现在全世界在提倡的是一个循环经济，那是不是说使用者付费？哦，比如说政府来课一个，比如说进口税或者是制造税。跟保特瓶一样，来课一个税。在疫情影响下，二手衫裤正成为污染环境祸源之一。若是无重视这个问题，早晚有一天，地球会和这个衫裤衫翕甲袂喘气。若是为源头来思考，你我拢会使新衫减一领，替环境留一个喘气的空间。